有一部以一照中心两位中度失智时代做主角的纪录片，测试伫咧嘉义县举办这特映活动，现场阁邀请到大拿自济病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，做伙来甲大家讨论这失智症的照护议题，希望透过影片，互社会认捌到失智症，也阁包容失智者。社区的长辈，大家经常看现场放送的纪录片。这出纪录片用社区治疗中心两位小可失智的长辈做主角，唔但记录因的生活，阁记录因身躯边的人的陪伴甲包容，互因豆豆仔进步的过程。因做伙来看这部电影，就是要互因更加来了解讲失智是啥物，为你其实后来参加活动，还是社区参与，那厝里的人，你阁用一点仔心，你就会当来互你的延缓失智。嘉义县政府甲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合作，和失智友善社区的志工甲民众做伙来看这出纪录片，搁请大拿自济病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来向大家说明，社区甲厝内人的包容，对失智的长辈来讲是上好的照护方式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让社区的文化能够去了解失智者是共同照护的、守望相助的这一块，所以我们才会这个友善社区都非常重要。所接触的嘛是拢咱这较有慧的人，所以我足爱了解这款问题所以我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就是得到的智慧，我会当去打咱这社区的长辈宣传这。嘉义县卫生局表示，嘉义县老人人口多，少年人拢厝外食头路，失智症是社会爱做伙面对的问题，除了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，嘛需要社区民众加一寡同理心。希望借着纪录片真实的故事，唔但让长辈对失智症有正确的认捌，嘛希望伫社区会当建立友善的环境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